白富对不对？你说你个老卡吃个一嘞，你个老历史上个，看你个你个，那么对不对？让他把对不对？你是哪里啥啥？对不对？白富对不对？让他嘎子，这不是。你别的卡个的卡子的，卡个的卡子的呢，么来了卡个的卡子，你知道我说来去啥啥，啥吼，这个是他的，这个是他的，你晚上去过他的，这个是他的，这了一直把个吹不得比较。一说不得米这后，这个时代的起码怎么早啥啥就说，我个里怎么那是干脆，我啥就啥，你去别个这个听不了，你去那个这听不了，这个时代的，我把看人家不是都不觉人家不是，前面觉人家不是，起码怎么早啥，我个里怎么那是干脆，我啥就啥，你别看他看听不了，这个时代的，这可以你来用啥就啥，或者可以没来用啥就啥。这个时代，别个的听不了，人大概的听不了。我把看人家我说这个起码怎么早啥说，怎么我带你们瞧到啥就说，都是谁我什么都可以用啥就啥，他的就看用我们他对面看用啥就啥，起码怎么早啥说，我这确不可去跟人我啥就啥，这个时代的可能大有嘛怎么就说，你可能大实质什么就说，起码怎么早啥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时代里就是的，我那可得个时代了。这我来香港是的，你就是的，我来这个我那可得我来香港是的了。这个不是这出头，就不是这出了。这个是的，就是我那可得好了。我你如果进那里不，我还如果进那里不，可能大有嘛怎么就说，你可能实质是说，别个的听不了，人那个的听不了。这个不是这个那里不得说这个了。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就别的其他别说了，就很清。别他那高兴到了，这哈啥啥啥这个时代的，别看他可听不了，我看人家说的都不听家，什么听人家说，别看他可听不了，这个时代的好像，可以咱们吃给他们几个人，第二轮给他贴吧来，これがもう決めな。好的。这个是的，你们你去过的，知道那把个所以不得去比较，这个一说不得米家，起码怎么早啥啥就是，某个人怎么那时间听啥就啥，你别个的听不了，你那个的听不了，这个我别看人家不是都去人家不是前面去人家不是，起码怎么早啥啥，这个是的，但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不是这个那里不得吃，这个那里吃了嘛。这个是的，我是的，你就是我那可得，我是的了。我来香港是的，你就是我那可得，我来香港的了。我是家吃的，你就是我是家吃了。你别个的听不了，你那个的听不了。这个是的，没人吃不可是跟你用啥就啥，那得是用什么都可以用，那得店铺嘛，那店铺啥，起码怎么早啥说。这个是的，不是一个人可能大姨妈咱们就说，你可能在市区什么就说，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可得你来嘛说，或者可得移民来嘛说就说。这个这个是的，这个这个是的，就等会做了，慢慢学起来，慢学会了，就比他起的不熟，就很轻松了，没他那搞很他那，这个你们去过的，不是一个人不吃了，这个是的，是这哈啥啥。啥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你知道一直在把它说不得，必须说不得没讲，这个你往那学过的，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你往那学过的，这个一直在把它所以不得必讲，一说不得没讲，起码怎么找到啥啥就说，某个人就把它是干脆，我这是，你一别个的听不了，你大概的听不了。我把看人家是肉头夫去人家，我是前面去人家，我说起码怎么找啥啥就说，这个是的，我有可得好这可得移民来嘛啥就说，这个是你吃了的那人哈，那就是在好做了，慢慢吃好吃了，慢慢吃好吃了，这个就比较吃的比吃了，就现在吃的很少了，比如他在国很他那，
而一个那儿不得吃，一个那儿我你个那儿不，我还有个那儿不到，好这个是的啊，这个是的呢，你们都觉得好学哈少少少哎啊，这个是的啊，这个你们做过的。好，就这来一直把它所以不得必得一说不得米讲，起码怎么知道说是某个人怎么老是干这样说就说，你一边看他还听不了。好，这个时代的啊，这个时代都电波嘛，都得地面碰嘛，都电波说就说，都得这样什么都可以用说。好，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时代的，我晓得你就是我那可得我晓得了，我来香港是得你就是得，我来香港是得了，无是这吃得一的，无是这吃得了。好，这个时代的，好就是我那可得好了。好，这我你那里不，我还是我在家门那里吧。好，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时代的啊，起码怎么找啥都得谁用什么都可以用啥，都得地铺嘛，都地铺啥有啥。好，不是一个那里不得吃了，一个那里吃。好，这个时代就不然是被吃了，就现在进行吃了，不得了高兴的了。好，你们这个的不是一个那里不吃哦少哎啊，这个时代的。啊，这来日那把个所以不得说不得米讲啊，这个木难的的，好的你们下面文字说，好这个时代的，照片不是带用啥就说，好这个时代的，好这个带这个草嘛是带用啥就说，好这个时代的，好某个例子把它是干这用啥就说，一边看他开天不了，好这个时代的，好哈木难的，好这个时代的，好某个例子把它是干这用啥，起码咱们找啥说。啊，这个不是这个那里不得吃的，这个那里上了嘛。好，这个时代的，一边看他开天不了。好，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时代的，我你那里不管了讲那里吧。好，这个时代的，好什么的可得好了。好，就不然特别熟了，就现在吃的很熟了，别他说高兴他了。哦，十几岁还少，少哎，这个时代的，你那的，不是把名字说，不是不知道在用啥就说。好，这个时代的不是把了其他用啥就说，好，这个时代吃什么是代用啥就说，这个时代的今天往个代用啥就说，好，这个时代这一直那不得的，说不得就比说不得米讲，好，起码怎么找上包个例子把它是干这用啥，不是吃什么可吃个，都得这用什么都可以用啥，都得店铺嘛都店铺啥就说，不是一个那里不得吃了，一个那里说，喝了大嘛怎么就是你喝了大是什么就说，起码怎么找上。这个时代的，但这个这个时代的，一边看他开天不了，这个就那的，这个时代的，一什么的好了，就不让吃的别是就现清楚，不是他高兴他了，学哈少上，现在的快呀，根本不比这的，嘛，咱们那里吃的，这个咱们那里吃的，但这不，咱们的活的。这不那边好个茶嘛，茶嘛，泡子的茶一河边呢，河边个西库苏库那里泡，然后了西库苏库那里泡，苏库那里泡的，那老西看搞了的，然后那里叫他的。这个还比啥？